俾一啲評估咗之後咧，認定為係智力啊、肢體傷殘啊、痙攣啊、自閉症啊呢一方面嘅小朋友入讀嘅。咁呢啲小朋友都係會即係個評估顯示咧，就係、其實佢應該唔可以喺主流度學習㗎啦。咁第二類咧就係講我哋形容嘅醫委，即係早期訓練及教育中心。咁呢個咧就係講緊容易啲理解就係一間補習嘅中心，小朋友係可以即係家長自己幫佢揾一啲主流嘅幼稚園啦。咁然後咧就每個星期咧就可能兩個鐘或者3個鐘咁樣咧，就去到呢啲中心，視乎佢嘅需要。咁嗰間中心嘅治療師啊、老師啊就會安排佢需要嘅服務訓練或者治療俾佢。咁呢個其實都係根據翻佢手頭上面咧有幾多個小朋友每個嘅能力而去編配嘅，個個都唔同。咁另外一種咧就係我哋叫做 I 位，就係融合教育。咁咧就係一啲政府轄下嘅主流幼稚園。咁咧呢啲幼稚園咧，政府咧就會俾咗6至到12個融合教育嘅位，俾一啲我哋講話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咁但係呢啲小朋友咧有可能係自閉症啦，政府評定為懷疑自閉症啦、自閉症譜系啦、發展遲緩啦、言語遲緩啦呢一類嘅小朋友去入讀。咁因為佢哋就會被認定為就係佢有能力喺主流學習，不過需要去協助同埋輔導。咁其實頭先咁樣聽完就知道就係、其實都幾唔同啦。我哋係希望我哋以一個預備喺一個適合嘅環境啦，俾一個預備嘅過程，佢哋做好準備。但頭先我諗同我哋稍為相似少少嘅咧，可能係叫做 E 位，即係早期教育啦，同埋 I 位。I 位就係、我都係喺嗰個環境，咁咧然後有一啲嘅老師去輔助佢。咁呢、個稍為有啲嘅相似，不過咧佢嗰個治療啊同埋家長教育嘅部分咧就我諗係一個相對啦，因為佢始終就係一個融合嘅環境，咁小朋友喺入邊可以慢慢去適應同學習咁樣。